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启示录12章1到9节。天上出现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12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7头10脚，7头上戴着7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，甩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，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。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甩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。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经就到这里。今天的经文讲到征战，身披日头的妇人代表以色列以及今天的教会，怀孕生产代表教会不断的传福音，有许多人信基督成为神的儿女。教会传福音和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都是一个10月怀胎和生产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对母亲来说是痛苦的，而且被称作惨难。然而最终却蒙神的保守，产出孩子来。妇人生了这个男孩，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，代表基督和教会最终将在地上完全的掌权。魔鬼撒旦已经被甩在地上，已经被打败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也正因此，撒旦魔鬼就在地上做垂死挣扎，而且妇人以及所生的孩子，就是教会，就成了魔鬼撒旦的报复对象。所以今天的教会面临各样的问题，彼此论断、不合意、分裂等等，其实是撒旦魔鬼报复神的教会和百姓的一个阴谋。不过教会在患难中必蒙上帝保守，上帝为教会和神的儿女预备了地方，用奇妙的方式来养活教会和神的百姓。所以神的教会即使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危机，神都保守他的教会。神的百姓即使面对疫情、失去工作，甚至失去健康，都不用害怕，我们的神不会不管的。我们当昂首高歌，因为天使米迦勒已经得胜，基督已经得胜。弟兄能胜过撒旦魔鬼，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，就是福音的大能。阿们。